喜乐念佛这首歌的名称叫做喜乐，非常欢喜快乐的念佛。我说啊，阿弥陀佛兆载修行成就名号。阿弥陀佛利用兆载，这时间很长，我们一看就明白，他利用这么长的时间在修行，做什么呢？要成就这个名号。他说：“我成佛之后的名号要来救度众生，要来救度众生。如果众生也称念我的名号，我成佛之后的名号，我一定来救度他。如果我救不了他，我阿弥陀佛发愿就不成佛。所以阿弥陀佛他多生累劫兆载的修行。”为众生舍身舍命啊，修万善万行，目的是什么？成佛目的是什么呢？要成就名号，让这个名号能出现，让名号的功德能够圆满。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佛了，这释迦佛说10劫以前阿弥陀佛已经成佛，所以我们众生只要称念他的名号，必定能够往生啊。那这是一种大自然的法则，非常自然的。何其庆幸精义妙法！今天呢，我们非常的欢喜，感觉到很幸运，很幸运，非常的幸运，使得我们很庆幸啊，庆幸这欢喜、开心、高兴。我们今天能够遇到这个微妙的佛法啊，这个救世大法，救世大法、生死大法，我们今天遇到了。原来我们只要称念，那么阿弥陀佛就救度我们。你看这个简单、容易、方便，人人都可以做得到，人人可以达成。所以这个太微妙的救世大法啊，能够救度我们每一个众生的来世。我们下一辈子死了之后，我们下一辈子我们不要堕落，不要去受苦。所以这个妙法呢，就救度我们所有一切众生，下一辈子不要去受苦受难。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碰到满怀的感恩呢，顺从佛愿啊，满心的用感恩的心说，像我们这种烦恼苦海的众生，佛你不嫌弃我，只要我念你的名号，你就不放弃，永远要救度我。我有希望了，我有将来了，所以我满怀着感恩，顺从佛愿，我一定啊。绝对100%顺的，100%顺的啊！服从阿弥陀佛的誓愿，叫我念佛，我就念佛，啊，我就念佛，我绝对不违背，我绝对不改变，欢喜无限。我这个欢喜啊，无限就是没有一个，我已经到一个极点了，极致了，到一个极点了，非常的欢喜啊，没有一个范围了。我都跳脱这个范围之外，太开心了，太满足了，太感恩了，所以满怀着感恩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这一首歌就很简单，很好听，但是比较轻松。那个节拍呢，稍微快一点，节拍会快一点。师父今天就唱这个是我做的歌。我做的歌，我填的词，所以我作曲作词是师父自己做的。那么我们来听听看，听听看哦，来，请放音乐。这个空谷回音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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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阿弥陀佛，兆载修行成就名号，现已成佛，众生成念必定往生。何其清心精义妙法，救度来世，满怀感恩，顺从佛愿，欢喜无限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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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嘿嘿，好嘿好嘿，嘿嘿，好嘿好嘿。
佛早在修行成就名号，现已成佛，众生成年必定往生。何及清心静意妙法救度来世，满怀感恩，慎重佛愿欢喜无限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 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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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嘿呀嘿呀，好黑好黑，嘿呀嘿，好黑好黑，嘿嘿嘿嘿，好黑好黑。 好听，师父唱2遍给你们学了，学是教你们这个我们佛教啊，也应该要有活泼轻松的一面，各位对不对？不要都是太保守、太沉闷了。好，但那种古老的那种方式的承袭，到现在呢，因为时代的潮流不一样了，各位对不对？这个快速的往前在推进。 那我们如果在原地踏步，很多年轻人就进不来啊，进不来，所以这样很可惜了。因为学佛太重要了，对每一个人智慧的开展，对世间真实面相的了解，太大的帮助。如果一个人懂得佛法，他有将来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就有办法。所以如果没有学到佛法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 啊，我们辜负了佛陀这么精彩哈，这么微妙的这个讲法呢，让众生好好能够跳脱离开生死。结果我们这个没有去好好弘扬，所以我们感觉太遗憾了，太遗憾，太对不起诸佛菩萨。所以我们把这首歌简单，但是比较轻松，哈，曲调比较快。 曲调比较稍微快一点，让大家去感受感受，原来佛教也有这么轻松的一面，有活泼的一面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好，今天我们呢就有这首歌来跟各位所有法界了，这些所有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来广结善缘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